美国是搁一摆宣布讲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，要求俄罗斯为战争甲反对派领袖纳瓦尼死亡爱负起责任。另外，反背国家的一个俄罗斯的飞行员，进前是发现伊死伫西班牙，身躯红大几落枪，死亡过程使人怀疑。 西班牙警方20公布，当地伫东海沿海沙丁主题区发现的一具遗体，新闻是俄罗斯半岛飞行员库兹米洛夫。遗体有6个枪击孔，过互车辆扣过。警方一开始透过遗体上的证件，推测死者是乌克兰人。经过后续调查，才确定库兹米洛夫的身份。O sea, lo que sí que lo hemos visto es en el bar de frente, tomando café. 乌克兰方面也证实这项消息，也毋过无透露更较侪细节。 库兹米洛夫去年使军用直升机搬到到乌克兰，目前也无清楚伊去西班牙的原因。另外一方面，针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，顶日伫北极角中雄雄死亡，除了欧盟几啊国调遣俄国外交官，美国也敦促俄国公开确实死因，佮有计伫23宣布新一波对俄国的制裁，要求俄国为纳瓦尼的死，甲2年来对乌克兰战争行为负起责任。美国总统拜登更加将目标指向俄国总统普廷。 讲纳瓦尼的死是普廷甲伊的部队所做的。I told you we'd be announcing sanctions on Russia. We'll have a major package announced on Friday. 拜登的对手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总统川普，讲纳瓦尼是勇敢的人，也毋过无应该登去俄罗斯。也毋过川普煞无像拜登，还是其他的西方领导人同款谴责普廷。 And frankly, probably would have been a lot better off staying away and talking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as opposed to having to go back in. 俄乌战争下伫2月24满2周年，美国甲盟友自战争爆发到今，已经对俄国实施一系列制裁。目前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继续寻求纳瓦尼死亡的真相。公司新闻刘干编译。